电影院我就行一个，安尼像简单就我若互你走去，我就倒去我地位都换你个，安尼吼，伊就伫遐互引导一下。啊，讲我讲袂听，演讲了讲会听，好，伊就怀恨在心。时间到咧，若说我唔对，伊就甲辩对。对二品官就了，甲辩到尾啊吼，我做了唔对，甲诉诸业就无假死。所以讲，迄就是吼啊，因唱而忘曲，你家己本就是本性就是神哦。所以讲，咱爱知影本分。李莲英受唱而无故事啦，迄个李莲英吼，咱人头来看伊拢知，迄个李公公啦，哦，迄个慈禧太后啦，你讲小李子在，迄小李子拢安尼念啦，迄声音拢安尼啦，毕竟迄个小李子。哦，伊安尼的时吼，一直时常万人之下咧，迄甲正官甲新官咧跳进咧，我大慈禧太后的命令啊，大家遐啊。迄时讲，迄个无下都袂使跳进去，怎个跳进去？伊靠嘛是靠着慈禧太后的迄个势咧，安尼哦，袂困的，你甲看啊。慈禧太后一个等伊了后吼，伊也要上讲吼，伊就无靠山，伊也佫唔知上好，伊也大安尼会成咧，袂输讲大家拢爱听伊的咧，安尼啊，到尾嘛是死的，嘛是无说嘛是死，所以讲吼啊，tham迄大只行吼，爱小心啦，安尼就对，哦，爱小心啦，所以讲吼，什么国，什么为咱家己爱得宠，但唔爱小心啦吼。这拢是名人因以为照起来整体的人吼，拢互咱做照镜。所谓的高处不胜寒，你徛伫关关的人唔知影对谁艰苦啦，你徛关关，你哪知影哪里艰苦？你唔知，你唔知。毕竟哪悬，如要谨慎，咱的地位啊哪悬，咱爱谨慎。你袂使无谨慎啊，用迄个权好，安尼凌人，安尼骄傲，安尼就唔对去啦，安尼对你是拢无好处的，如爱谨慎。平常自家人讲的，本无财以交人，唔通无财啦，以为你好足够，你的是怎骄傲啦，怎骄傲？不以宠而作威，唔通是得宠，好，就做威做虎，安尼吼，有人伫落去靠，后壁有人伫落去靠好，你就啥物拢唔惊啦，各人惊啦，对啦，唔知讲咱大家拢对伊作反弹，这就是这个道理啦，修养嘛是讲这个道理，唔通得宠像因两个安尼就无啦。道中以自谦退啦吼，道中高以家己爱谦退，家己自我爱谦卑，退让家己爱消停安尼。当你的声望如日中天，容人忠敬时，然后充的谦逊自牧啦吼。谦逊自我，当你的声望是像中天安尼遐悬，用人忠敬的时阵，咱人啊做大人拢会尊敬。迄为好嘅人，咱嘛拢会抱他。好，我这个人，什么人拢来，你这位无共的咧，迄人咱行就无人要参与。你若讲讲一个市长要来好，莫讲啥物事。遐议员，遐区长就拢对调调安尼，要来就对调调安尼。你去讲我要来啊，来新闻川人来参与嘛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所以讲人事迄文共的，你若讲总统要来吼，那较麻烦的，然后总统来麻烦的，安怎麻烦？迄袂前话吼。因咧工作人员就来到地，总统要行去对伊来，要去对经济，就拢有咱逐项拢检查咧。要议员就怪怪才会使议员咧，无怪怪袂使后备议员是咧，安尼咧，迄偌麻烦咧咧，安尼。所以讲的是咧迄种议员袂前话遐议员就偌济啊，迄路边道人是红灯青灯伫遐咧，看车迄条路拢青青灯啊，一路拢青灯啊。咱徛到要喊去啊，无人甲咱切切安尼，咱就大等，人因来到地，迄看面大人来到地，互咱直去，太差者南北人太差者，无人
做官，你就做奸的无法度。哦，所以讲的是呢，人头相像，无相像，人袂当相像，啊，收嘛袂当相像，倒位嘛袂当相像。哦，你做偌济，该挣偌济，人读偌济册，人考点，袂讲啊歹啊，咧白咧考试，白嘛拢咧大家拢读啊，大家拢认真啊。为着去考大啊，为着考迄个私立的，安尼都毋免上课就当入去个啊，迄嘛是大学啊，对毋对？太差者，所以讲吼，智慧无共，啊人个用心无共个，哦，所以讲会是咱免怨叹，啊，免怨叹，哦，人有哪个上命咧，啊上命，人若带文昌命的吼，带文昌的人迄足好读册，哦，就较早互我人咧讲好，人迄讲我读册啥有诶无诶吼。我就甲阿孙仔讲好，我认真，阮孙仔甲我讲安怎，哦，讲迄阮学校迄个，迄毋是人在读的，如果阿贤仔毋是人在读的，伊考100分啊，啊对嘛对袂对，迄奇怪咧，遐厉害，人见考100分啊，迄才是人，啊人应该袂考唔少咧，啊迄小神在读的才管，迄毋是人在读的才简单，哦，迄教就教甲迄种，迄有带文昌的人教甲迄种。为人考，伊还咧考袂掉，爱真正考的。啊，这样高读的人是伊都无保险，为电视教看，哦，五路教五路咧，迄自然人伊考袂到，讲因为，啊咱安尼会补甲袂补咧，哪补空，哦，迄为人就差者。其实讲脑筋无遐济，其实毋通会互补啦，伊也痛苦，啊咱也开钱啦，安尼啦，两方面拢损失啦。为自己学一个功夫吼，为迄个大学有迄种吼，有迄手艺迄种个好招去无嘛，学一个手艺啊出来吼，无嘛讲要搁半人以上啊，来伫个迄个熟手啊，要趁钱就简单啊啦。啊若干人啊混世当吼，啊出来搁无一个一技之长的吼，卖了遐个钱吼，实在讲真简单啊，安尼个吼，迄是个人的看法啦，个人的看法啦吼。所以讲呢，咱做大人吼，让人尊敬的时阵，就要迄个谦逊自我，吼，家己吼，家己爱个是来拿捏啦，吼，家己爱去拿捏啦。免教如是呢，本孝有讲的啦，虚己者尽得自己啦，你虚家己，牺牲家己，你家己啦，吼，咱自己家牺牲，者呢会当尽得自己，会当去互你更加一层。你若牺牲的人，你甲问人会甲你讲。哦，你会谦虚会甲问，啊问人会甲你讲，啊你毋捌就捌，你要背就了啊，伊背伊背，像咱咧修正共款，啊即个意思我毋捌，啊前辈才较捌咧，咱就甲请教，爱去爱讲，哇，原来这句就是安尼，我就捌，袂捌一句，安尼就对。哦，所以讲会修行谦虚，就我到用稳，哦，你共讲，你共要共讲，共请教，咱就会甲你讲，啊你自我，自我都袂讲啊，自我你都袂讲请教啊。你就以为你做老啊你哦，所以一个自命不凡的人，恃才傲物的人，容易输定啦。哦，你若一个认为你讲你不凡，哦，你真老的人，恃才傲物，你感觉你真老，你种的吼，人会输定，人会怨妒。哦，你上过到伫这间公司也好，上过漂白人会怨妒啦，找机会慢慢甲你救活落来。你若救人，我就袂救人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会足济的敌人啊，迄事业会真济，事业会真济啦。所以讲爱当伊翻身退让，咱爱翻身退让，谦虚啊，退让就是退一步去想。哦，毋通拢讲咱做安尼啦，才会呢，容易感觉得福如春风啊，容易愿意亲近你啦，他会亲近你。你做人个前辈者个人，你讲话哦，嘛着爱轻声细碎，因为今日子们人要参你收，咱拢食一餐饭，虽然你做点仔事，哦，你有迄个权无毋对，可你嘛用权去凌人啊，嘛是爱大家互相开会，啊互相检讨，因为咱今仔就要参你收，才会尊重你啊。人今日若拢用凌人的吼，用骂的，用歹的吼，人。唔敢亲近你啦，哦，啊，你的道路就哪虚名啦，哦，人都唔敢看来你，啊，话唔敢较听头你，像若做了无就叫骂啊你，哦，
所以讲迄是做点水果真哦，一个汤苦共款啦吼。就是只鸡母啊，甲胃好好势，甲胃好。逐个拢就是咱拢一家人共款，食一客一家饭，逐个互相讨论吼。其实做毋对，免着你甲讲，小可甲点一下吼，讲互我伊就知啊，伊就知啊吼。咱人袂当相像，吼，咱人袂当相像。人真正无好做，若要甲讲起，人真正无好做，人歹做，哦，实际安尼人歹做，迄话较做都袂方便咧。迄较早一个老人吼，伊带三个媳妇咧，因囝有三个媳妇伫个咧，媳妇拢有生囡仔咧，阿公若甲带出佚佗吼，逐个行袂行吼，拢有讲阿公抱抱，阿公抱抱，阿公讲恁三个，我两只手边才抱三个，我嘛无法度安尼。无安尼啦，照顺啊，顺着对，这样顺着一条啦，好不好？安尼抱，安尼抱，抱诶，大家欢喜甲抱到厝完，无第一条啊，就是袂够啊，一个无抱着啊，人拢抱两三摆，敢我抱减两千摆啊，就会来好着啊。话迄做妈妈讲，你是好要安怎？我阿公啦，偏心啦，安尼啦，什么人着抱两摆啦？还是抱三摆啦，我着减负一摆，其实就够啊。迄媳妇也会晓讲话，出来讲咱算毋知，咱无安尼，人看咱较无气较忍耐，讲听一个讲，免命就够，要安怎抱啦，安尼啦，就安尼讲话，安尼算，安尼加啦吼，因讲安尼好。有一日叫遐媳妇呢，去煮一卡米出来啦，安尼。伊讲爸爸煮米是要创啥？我有5样啦，拢煮好拢搞拍来着。伊讲甲伊讲爸爸这米是要创啥？伊讲恁吼，看恁个人的功夫啦，用米甲捏一身人啦，捏咱的人安尼。伊就安尼捏安尼这样，一骹就去捏咧，捏的正悬，就不倒；捏的正悬，就不倒。伊就甲因讲吼，这人歹做咧，煞毋知人歹做。伊毋直接甲讲迄个字，迄人讲头壳好就是啊，讲煞毋知人歹做。就讲迄个原因，迄囡仔迄个原因，恁就讲我拢偏心啦，人好做啊歹做，恁就有做着啊，看卖啦，安尼，迄就是要互媳妇知影讲，毋是我偏心啦，迄是人歹做，迄是恁的想法啦。你认为恁无路用，伫我的心内，逐个拢是我的媳妇啦，安尼就对啦，我袂偏心啦，伊媳妇较知讲，原来就是安尼，伊就看着囡仔咧哭，就讲因无路用，人拢看伊较袂起，安尼就对。家己自己家带迄个啦，所以讲爱要互良前提，自然就爱谦虚啦。公事不可太紧啦，太紧会长啦。风浪不可太多啦，太多会做生气啦。已经讲谦谦不可以。